各位乡亲，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2月2日公司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柯兴竹。先一开始来关心今仔日的新闻重点。行政长苏贞昌宣布，家人坐稳定案会对南港做到8堵，中西13个站，总经费420公亿。再来，今日新增加39个境外病例，5个本土病例，本土病例拢是隔离期间阴转阳，本土疫情有咧转好。全世界预防社注射率已经超过60%，疫情有在调控制啊。英国、纽西兰拢宣布要解除封锁。这个讲冷基基天气有够寒，冷空气伫今仔日有减弱，也毋过嘛是感觉湿湿冷冷。天气寒，温度变化大，时大有心血管疾病乡亲一定爱细致，因为家己昨昏就有一个有糖尿病史，78岁乌子桑，身体无爽快，全温热，加在厝内人甲吵咧，才无跋倒。这波寒流真是有寒，嘛惊动物挡袂牢。高雄的寿山动物园就替动物啊传毯啊、姜糖、保暖等对抗寒流。救护车赶到位，78岁老先生坐伫椅仔已经昏迷，因为天气寒，伊身体无爽快。日时，厝内的人要带伊去看医生，一行出门口人就昏去。期间有发现他的心跳数有稍微偏慢，然后到医院之后，医院检查他的之后就推进急诊室，然后显示他可能心脏方面因为天气太冷，有些产生一些问题。受到寒流的影响，嘉义县消防局统计，对19到22早起8点，县内疾病救援案件有86件，其中疾病到医进前无喘气心跳案件有14件。消防局呼吁民众，气温向上大降会互血管缩寒，较会造成心血管疾病。有慢性疾病的民众一定要穿护袖。若高雄寿山动物园嘛有准备毯仔、烧灯、有姜糖等等的物品，互动物来避寒。他们也会习惯学习人类的一些动作，其实他们会把一些物品就是盖在身上。在这种天气冷的时候，他们其实最容易看到就是大家包在一起，藉由互相包在一起可以取暖。拄到低温，参像狐獴也是部分灵长类的动物，得成时会互相染做伙气烧。高雄第2日上低温14度，气象局预告，拜五进前，逐天上低温袂超过15度，嘛互动物互相染做伙气烧。穿毯仔避寒的画面，罕地出现伫高雄寿山动物园。记者综合报道。寒流发威，农民上惊造成农业损失。这几天云林沿海毋但温度低温敢若10度尔，佮透强风，有勇士虎是赶紧抽地下水，增加水温，有防寒害。养殖人员冒着低温，在气温中收成蛤蟆，受到寒流影响。这几天云林沿海地区到暗时温度只有10度左右。虽然目前佫无灾损，但养殖户就讲，上惊的就是烟蒂性的灾害。报寒流就暗时就爱来开啊，暗时就来开井水开互行啊，这地下井会烧啊，也当上过身才达死啦，有啦当上啦。透风袂做的安尼尔，因为伊白会走啊，系啊，透风都袂做的啊。当地养殖户表示，这几天温度只有10度左右，就算有鱼被冻死，嘛未马上浮上水面，搁要等待一段时间才知影真正的损失。至另外一区的养殖区，有渔民以人工来捞青池，就是惊蛤蟆的生长受影响。捞青池伫内底粉叶也袂大啦，爱好起来才会大啦。爱等下会收济会翕死叶啊啦，才着爱顾起来啦。养殖户就讲，云林沿海有真侪鱼温拢是浅水的养殖，放养真侪属于干做鱼的沙巴鱼来食青池，但因为低温佮加上强风，如果寒流持续，沙巴鱼被冻死的几率真悬，嘛是爱提早来应应，抽地下井水来防寒。避免造成损失。记者为您报道。这几天天气寒，雨水高，最近乡亲若时阵讲要挖进山区，嘛爱细致。这是花莲县的消防局伫昨昏就接到报案，讲道溪乡的瓦拉米步道3.1公里的所在有落石头去吉着桥，路全未通。即马有7个人掉伫山区，无法度出入。另外，第30线嘛有路段放弃。接到民众调伫山区的消息，花莲县消防局局里分队随派救援人员，甲保持第6大队的警察前往救援。结果现场才发现3.1公里的所在的山峰离合站桥已经互放弃的落石公海落落去山坎。叫登去啦，哈，叫登去啦，过不来是不是？对，去的时候是好的，好的啊，哦，要回来断掉。哦，因为放弃的现场伤大，无法度驾驶锁啊。救援队员落去山坎，到对岸将受困的7名中山客挂伫天岩进前带出来。搜救人员冒雨急行
因路上泥泞增加，于下午5点左右到达现场，并接触受困者，确认受困状况后，协助民众脱困。最后人员均平安下山。警方表示，受到华南风雨当夜影响，最近花莲南区山区一直落雨，唔那瓦拉米布都放弃，就连对外的大33.2公里的所在也直接被发生崩山。持续下雨的状况，在本辖赤克山及台山县都有土石滑落的情形。在这里也呼吁驾驶朋友行车时应提高警觉。好在在受困的7名登山客拢无受伤，消防局呼吁民众最近山区唔那是加温，而且土石甘水量悬。伫山进前上课甲辖区派出所了解路况，以确保登山安全。记者综合报道。再来上新的消息，咱来关心疫情。咱国内今日新增加39个境外病例，也有5个本土病例。本土病例部分拢是隔离期间阴转阳，其中有4例是宗教协会的捐助案，另外1例是炼油厂相关的案例。也有第24期预防社对明仔10点会当开始服务啊。咱来听疫情指挥中心伫下晡上介新的说明。本土的病例有5例，那境外移入的有39例啊。这3天来哈，那基本上大部分90%以上哈都是阴转阳的哈。5例的本土案例哈，那5例都是阴转阳哈，有4个案例。那个宗教聚会里面哈所延伸的，家人的亲密接触哈，那而在染疫，那并没有参加这个吃饭跟唱歌，对于社会的影响也是很低。另外还有一位在说炼油厂里面哈衍生在另外这家19862。这里面的家人今天又多了1位确诊。有关第24期的预约接种的部分是646万的民众符合的这个预约资格，明天上午10点开始，是到2月25号的中午12点哦。那我们的施打时间是在2月28号到3月6号。咱国内疫情即马豆豆转好，本土疫情稳定。行政院即马嘛确定讲，未来防疫规定会走向恢复正常生活的方向来调整。咱国内就医生是表示讲，热天之前可能会先开放边境，要到7、8月才有机会放任国内的防疫措施。本土新冠疫情稳定控制已经2礼拜，行政院长苏贞昌讲，未来防疫规范会豆豆向正常生活的方向来做调整。国内相体可能伫3月份重新开放会当食物件，不过有医师就建议讲，要是爱保持距离，而且让位置才会较好。是不是说高铁还能够，或者说其他大众运输工具，尽量维持类似像是梅花座的样子我觉得可能会比较好一点点。当然了，如果说有些像是捷运原本就不准饮食，那它的安全性原本就会比较高。虽然目前国内2级防疫警戒持续维持到2月28。不过，根据指挥中心的观察，国内2月14至20，过一天确诊的人数比2月7至13降低42%，显示相关疫情的管理甲地方的运作是真好。医师研判，伫热天进前会以开放边境为主，7、8月了后会有较明显放任的措施，小内外人数管制嘛可能会解除。既然不能清零，你就势必要逐步放宽了哈。台湾的民风说实在的，比欧美保守很多了哈，所以我预期台湾呢不会像英国一样一步就把你全部解封，台湾一定是慢慢走台阶下来。你要与病毒共存，你就是要做到3件事嘛。第一件还是尽量增加疫苗接种率，第二个你要加快这个可以诊断疾病的能力，是你要及早给他药品，让他不要变成重症。诊所啦或者医院的门诊会配备一些快筛，如果他一旦被诊断是新冠肺炎的，我们就给他口服药。那这3件事情做了以后呢，基本上整个重症跟死亡人数会降得很低。我里面认为讲，甲病毒共存是一定的趋势。按算数落来，上大声解除的是室内食食的规范，也有室外活动的人数。也若喙暗是上尾才会来放令。不过，伫豆豆开放的时阵，也是要注意集会人甲高风险族群同种的风险。记者综合报道。那伫国际上已经有国家咧放令，因为即阵全世界预防下注射率已经超过62%，已经有在调控制啊。加一国家宣布解除封锁，亲像英国首相强生就宣布要解除防疫措施，确诊者嘛唔免强制隔离。那伫纽西兰，伫3月中嘛解除社交距离甲有风险的
注射强制令。咱行政院长苏贞昌嘛表示，咱国内3月份嘛会豆豆放令，头一步会先开放予外国的商务人士来台湾。实施2年的防疫措施就要结束啊！英国首相强生20正式宣布解除防疫措施，民众若是确诊为24了后，就免自我隔离，免看疫苗护照，嘛袂追踪接触者。If you're a fully vaccinated close contact or under 18, you will no longer be asked to test daily for 7 days. And if you're a close contact who is not fully vaccinated, you will no longer be required to self-isolate. 伫南半球的纽西兰，持续有民众抗议政府的疫苗强制令，有示威的活动，而且伫咧国会外口，甲警方爆发冲突，有8个人互抓起来。纽西兰总理阿尔登宣布，等我3月底Omicron疫情高峰期过了后，会解除疫苗强制令甲社交距离的措施。We all want to go back to the way that life was, and we will. I suspect sooner than you think. 英国宣布会完全解封，确诊者免隔离，会当出去买物件、搭大众运输工具甲上班。澳洲嘛为2日开始对外国旅客开放边境，完整做过疫苗的人就免隔离。因日本是缩短居家检疫的规定，开放商务甲留学生入境。另外，以色列放定入境的规范，无做过疫苗的人嘛会当入境。不过出发进前甲到位了后，爱做 PCR 采检。纽西兰按算3月中下旬会解除禁令，解除社交距离甲疫苗强制令。因咱国伫咧过年了后的3礼拜，疫情稳定，可能伫咧3月份会当豆豆解封，而且开放商务人士会当入境。经过3个礼拜严格考验，证明我们都在可控范围内，兼顾防疫及生计生活。我们逐步解封，让大家恢复正常生活，同时让商务人士能够进来。苏贞昌强调讲，伫咧2日的扩大防疫会议，已经要求指挥中心都要兼顾防疫甲生活，豆豆解封，让大家会当恢复正常的生活。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看，行政长苏贞昌今日去基隆宣布基隆捷运定案。基隆捷运会对南港做到8岛，中央会设13站，总经费425亿。交通部长王国材是表示，即马路线、车站拢已经确定啊。民生汐止线的汐东段暂时跟民生汐止线分手，跟基隆捷运在一起，也就是说，在汐东段会跟基隆捷运做一个整合。那未来在我们樟树湾站提供类似新芦线的这样的一个服务。那目前铁道局已经完成了综合规划，我们基隆市政府现在也接受交通部的一个委托代办，正在进行相关的场站的 TOD 的周边国有公有的土地的一个开发跟建设的一个规划。我们先基隆捷运总经费第80亿提悬到425亿，中央负担7%，中会设13捷运站，运量嘛提升。交通部是表示，包括路线、车站、土地开发，即马拢已经有方向啊。今日确定了后，就会进入宽平，大约需要1年的时间。了后就会上行政院核定，按算明年设计，伫民国121年4月份的时来通车。来关心三立电视台总经理杨英华，几啊年前有被落来野生动物园原皮世界，透过将三立主持人李天怡、甲因翁一个朋友斗阵进口动物，因三个即马是防指控涉嫌家暴25万美金，大约是700多万。昨昏检方约谈，三个人依照陪审罪改列被告，三个人即马拢互交保。长颈鹿到底多少钱？一个地检署原本无讲话，也毋过面对记者询问讲有铺报费用等问题，前三立节目主持人李天怡红婿过人节也是忍不住回答。说明一下，希望不会有任何利用公权力干扰正常的合约谈判的现象发生，也请各位记者了解实际的状况，谢谢。李天怡甲朋友李国达和调查局人员带到北检复审的时阵，面对记者来袭，李天怡只讲细字，也无回应记者的追问。不觉得被张总清算了吗？检调日夜将三个人约谈到案，也毋过因为三立总经理张英华多年前入主原皮世界，当时透过李天怡过人节
翁仔某甲朋友李国达等人合资经营的亚太影像有限公司进口西固定动物，检查发现3个人涉嫌铺报进口计数，获利大约25万美金，大约代票700万。3个人就安尼加上陪审官司。检方获审了后，以陪审罪下令李天宇50万，郭仁杰40万，李国达30万交保。对专案3日回应，李天宇已经自行请辞，专案进入司法阶段了后，已经暂停所有主持工作，消失伫各界节目，由李文琪暂代主持。原批世界表示，专案已经进入司法程序，因为侦查无公开，无方便透露任何信息。另外，3个人交保真紧离开北检，对媒体追问拢无讲话。记者综合报道。那宜兰的检方侦办宜兰县长林志苗涉嫌贪污弊案，今日早起搁去敲林志苗的官舍。林志苗是临时决定无去参加县务会议，专案即马也伫侦办。宜兰地检署顶个月去敲30挂所在，约谈30挂人，其中县长林志苗尾啊无报请回，即马互列做被告。今日早起。官舍各局检方出入集，目前专案也伫侦办，宜兰的检方嘛也未回应。继续关心瑞士信贷银行和国际反贪腐组织 OCCRP 指控讲替客户藏黑钱，内底名单嘛包括亲民党的主席宋楚瑜，讲伊伫1993年到2010年计共欠信贷票4亿。那这一条即马是互拍算要参选台北市议员的民进党赵以翔提出来质疑宋楚瑜，讲伊咧食公家的头路，哪有可能有遮尔侪钱？那亲民党是回应讲，少年家少年人要参选，唔通安尼博知名度。国际反贪腐组织 OCCRP 21家瑞士信贷银行的秘密账户资料提供给媒体，其中有超过1,800个账户显示出客户是犯罪还有独裁者。由于讲，这个经手大量的黑钱有超过1000亿美金，其中中亚地区的名单就出现亲民党的主席宋楚瑜，伊属当时有刷咧欠入1367万的瑞士法郎，合咱代票是4亿1500万。前驻美代表处政治组的组长，当咧参选市议员的这个赵以翔，伊就要求宋楚瑜担任公职够担，到底这个钱是对倒位来的？1993年，他担任这个台湾省主席的那一年，为什么要去瑞士开启这样子的一个账号？他必须要累积286年的存款，才有可能达到就是这个4亿1500万的一个款项。赵以翔伊认为讲，宋楚瑜应该就要出面来甲背回清楚。其实这份报告嘛有讲，国民党捌指控宋楚瑜使用数百万的美金，上尾啊是甲撤销指控，尾啊。经法国外交部长嘛指控讲有收取拉法叶南的这个采购案的可米项，宋楚瑜否认讲有乌西，嘛无找到证据。亲民党发言人张石文就表示讲，赵以翔为着选举要来拍知名度，伊安尼早话尾应该来甲人回信咧。就是年轻人嘛，要从政哦，然后就可能就是要借这样子的。拉来自己的这个知名度嘛，他说这个也不用回，2003年兴票案早就已经结束了，然后所有都交代清楚。张石文表示，伫报告内底有讲到乌西案的这个宋楚瑜拢无互起诉，已经有法度证明讲是安怎是有这个4亿的存款。赵以翔应该去问资深的前辈国安秘书是安怎处理的。因为这个互点名藏黑钱的瑞士银行，嘛发出声明讲，否认这指控甲谣喊，会来找时阵来提出必要的措施。记者综合报道。那针对年底9合1的选举，国民党即马伫中央有找前花莲县长布坤基来负责协调选战的策略，不过这是引起党内批评讲是赤鬼拆药单。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即马是回应讲。党内小党唔团结，这是国民党上大危机。反抹黑，反抹黑，护公益，护公益。为着准备年底9合1大选，国民党成立2022中央律师团，宣示党中央要做所有执政县市首长的靠山，甲民进党正面对决。记者会现场有真侪位律师做伙出席，党主席朱立伦指出，对台中第2选区的立委补选以来，
民进党对国民党执政的宜兰县、云林县等等的县市首长，动用司法的手段制造无好的形象。若是国民党阁唔团结，就会成做上大的危机。我们要全力以赴，我们希望大家能够团结一致。否则的话，这个民众很多人开的玩笑哈，说我们要叫内斗党，或者是韩国瑜市长开个玩笑说我们要叫螃蟹党。我想这已经不是笑话，这是一个我们最大的危机。朱立伦讲重话，讲无二控义，就无二控义数。为着拼年底大选，国民党找前花莲县长鲍坤琪负责操盘协调选战的策略，不过煞引起党内质疑的声音。有人批评讲是请鬼咧摕药单，原来是鲍坤琪是甲亲口对准民进党。民进党用排山倒海的力量，出动1450所有的名嘴来攻击。我可以深刻的感觉到民进党的恐惧，对党内我概括承受，对民进党的攻击我一肩承担。鲍坤琪强调讲，伊真了解要安怎甲民进党拼选战，既然要协调辅选，都袂参加选举，而且要救国民党的目标，干那一个，就是拿赢要胜利。不过目前党内已经吵吵闹闹，若是要拍赢年底选战，国民党恐惊先甲党内安踏好势。记者综合报道。其他消息，咱来关心教育部修法，学校即马袂使搁随意去抄学生私人的物件，若买也是感觉有必要，爱有2个老师以上，也搁有学生家长做代表陪同，而且专程拢爱录影。回到宿舍发现说，他连内衣裤都被翻过了。学生伫期末考的时阵，有教官去宿舍内底来做内务检查，结果有学生反映讲有以私人的物件去互人晓叮当。这个代志发生伫2021年的1月，屏东某一间高中的事件，嘛来引起这个讨论的声浪。教育部伫最近来修正学校订定教师辅导甲管教学生办法的注意事项，这个部分条文内底讲，除非有相当的理由甲证据，认定讲学生有牵涉到犯罪，也是讲有炸这个违禁品，也若无是袂当甲敲诈，而且伫敲诈的时阵，也阁爱专程来录影，保存这个影像上盖少爱有3年。那过去我可能因为你身上有烟味，可是我没有办法判断这个是1手烟还是2手烟，那我就进行搜索。这一次提高了像搜索的门槛，或者是他要求学校在搜索的过程中必须要全程录影。那当然这个过程也让学生跟老师也可以获得一个保障，避免日后的争议。亲民协肯定修法是要来保护学生的隐私的一项进步，不过所早这对学生的隐私权的侵害真大，甲这个相关的规定甲放伫个注意事项顶悬，还阁有欠缺这个法律的授权，还阁爱来检讨。因若讲宿舍，也是讲对特定学生有合理的要求，在检查的时阵，就要照大专、高中职，还阁国中小的无同，需要有学生和家长会同。青民协是较肯定，不过专教总煞咧烦恼讲，安尼有可能来引起学生代表安全性的问题。学生跟学生之间本身是同侪，那又同样在学校里面，那这样子的一个搜查的部分，后续会不会引发这个被搜查者对这个参与搜查的一个学生他的一个不利的一个对待的部分哦？专教总建议会当照事件无同的类型来甲做安排甲操测，避免学生代表有安全上的犹疑。记者综合报道。较近赛消息，咱来去屏东县。屏东县即马正在举办农业博览会，会到2月底。唔但会当看到咱台湾的农产品物产真丰富，民众嘛会使去体验满菜板果子，是毋是个趣味？必须只要变黑色的那个就可以采啊！你摘的时候往下扳，它就掉下来了。博览会工作人员当日向民众解说番麦成长，是因为有真侪人知影食番麦，却唔知影番麦生伫倒位。屏东热带农业博览会规划真侪主题，唔但有彩色貂蝉、花卉走廊，甚至也有满菜色果子的体验区。好，那这边所种植的东西，我们会依他们的生长的状况来做安排啊。每次的采摘都会有不一样的惊喜。每年都有来参观，可是没有体验过这个现场的采果乐，觉得很有趣。自己采、自己看、自己要哪一颗，那个心情都好开心哦。
今年的热带农业博览会有这款漫彩色果子的体验活动，引起民众热情报名参与。也因为活动拢是免费的限定网络报名，常常互人登记了。透过亲身经历参与，看到咱这实在对倒位来，唔那加一份了解，也加一份对土地感情。热带农业博览会活动到2月28为止，万来你就看无咯。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来关心国际局势。俄罗斯总统普京日签署文件，讲因要承认乌克兰东部2个靠瓦俄罗斯的分离共和国是独立的实体，所以俄罗斯要派兵去进驻，嘛要甲这2个所在建立外交关系。美国总统拜登是强调讲，美国支持乌克兰维持领土的完整，那欧盟甲北约嘛拢谴责，讲要对俄罗斯提出制裁。俄罗斯的电台日放送顿内刺客甲卢甘斯克2个亲俄罗斯势力的领导人去克里姆林宫，甲总统普京求援的消息。过无偌久，普京就召开安全会议，甲高层的官员讨论要安怎应用的措施。几啊点钟了后，普京伫电视发表1点钟的谈话，签署文件正式承认乌克兰东部2个分离共和国是独立的实体，而且派军队进驻进行维和。Считаю необходимым принять уже давно назревшее решение. Незамедлительно признать независимость и суверенитет Донецкой Народной Республики и Луганской Народной Республики. Прошу Федераль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поддержать это решение, а затем и ратифицировать договоры о дружбе и взаимопомощи с обеими республиками. 普京也表示，从奥图曼帝国的历史算起，乌克兰就是俄罗斯历史、文化甲精神世界袂当分割的一部分。现代乌克兰完全是由俄罗斯创造的，或者是更较准确来讲，是由布尔什维克共产主义俄罗斯创造的。面对熊熊来的变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半暝嘛出面作出回应。Ми на своїй землі. Ми нічого і нікого не боїмося. Ми нічого і нікому не винні. І ми нічого і нікому не віддамо. І ми в цьому впевнені. Бо зараз не лютий 2014 року, а лютий 2022. Інша країна, інша армія, одна мета – це мир. Мир в Україні. 美国总统拜登随甲泽连斯基通电话，强调讲美国支持乌克兰维持领土的完整，而且嘛宣布对顿内刺客甲卢甘斯克2个所在实施经济制裁。欧盟甲北约嘛做伙谴责，而且准备对俄罗斯施行制裁措施。联合国安理会是由副秘书长迪卡洛紧急召开公开会议，谴责俄罗斯侵犯乌克兰的主权，而且表示重大冲突的风险确实存在，需要尽一切代价来预防。另外一方面，顿内刺客却是有居民伫路领亚俄罗斯的国旗，放烟火庆祝独立的事实，总算得到大国的承认。Непередаваемые ощущения, незабываемые. 8 лет шла эта ситуация, и вот мы уже наконец-то Донецкая Народная Республика. 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乌克兰甲俄罗斯局势紧张，那国际上真侪国家嘛继续在关心两岸关系甲台海局势。郑大教授嘛是马政府时期做国安会秘书长的苏启就分析讲，因为中国伫下半年会举办20大，所以两岸伫今年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无悬，毋过明年就真歹讲。苏启嘛认为讲，乌克兰的危机会当当作咱台湾的照镜，思考咱台湾的生存之道。我们担心的是，可能会陷台湾成为美洲霸权斗争的这个战场。针对重要国际甲两岸局势，两岸法定研究基金会举行新册发表会，分析探讨对着俄罗斯侵领乌克兰东部2个分离区顿内刺客，还有卢甘斯克是主权独立国家，引起美国还有北约各国的不满。议会学者是认为，乌克兰紧张局势可能会升温，后续都要看美国总统拜登还有俄罗斯总统普京的高峰会敢会顺利进行，来化解可能的危机。如果这个情势继续的恶化，那么会不会造成他们这个美俄之间的高峰会流产？这个可能性是并不能够排除。当然，如果能够顺利的举行的话，至少对于俄东局势的暂时的缓和会有一定程度的帮助。
国际嘛烦恼讲，中国敢探调乌克兰紧张局势时阵，引起另外一波的台海危机。不伫马政府时期，担任国安会秘书长也个刘会主委的苏启分析，中国共产党会伫下半年来举行第20届全国代表大会，伫这进前两方发生着军事冲突机会是无大，不料风险有可能来增加。伊嘛呼吁台湾应该以乌克兰来做一案例，好好来处理甲大国之间的关系。两岸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还是不高的，但是明年就很难说了。台湾就要看看乌克兰了，想想自己，那么也好好处理好跟大国的关系，是我们生存之道。那此时此刻，大陆方面呢，最应该节制的就是武统的言论跟武力威逼的做法，因为这最会伤害两岸人民的这个感情，也只会逼着台湾跟台湾的民众这个更投向西方的反中阵营，别无选择。苏启认为，即马台美中政府拢是鹰派领进，烦恼讲小可无注意，会引发到无必要的纷争，引起局势紧张。或者嘛拢呼吁两方恢复交流，用理性的对话来避免误解，引发冲突。记者张志雄、王铁心台北报道。那中国佮他并无放弃要对台湾用武力，嘛佮直头陪军机来乱，两岸局势嘛紧张。顶一日，美国就宣布要对台军售案，总金额是超过1亿美金，不过这是引起中国不满。头摆即马要根据反外国制裁法，宣布要制裁参与军售案的美国公司。那美国的国民兵即马风声伫今年会来到咱台湾，看咱国军的教育调集训练，然后国防部嘛正式回应，讲目前正在研究。中国毋捌停止威胁台湾，美国继续对台军售，维持自我防卫能力，顶伫对台军售总额2亿美金的武器计划，打着中国红线。中国表态反对甲谴责，佮头一摆根据反外国制裁法，宣布对参与军售的雷神技术公司、甲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实施反制。中国政府决定对长期参与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的美国军工企业雷神技术公司和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侵权行为实施反制。美国所提供给我方的一个防御性的武器呢，是有助于捍卫台湾的自由跟民主的制度，来确保我国国家的安全以及印太区域的和平跟稳定。中国的反外国制裁法会当注销签证扣押冻结企业伫中国境内的财产，这样大动作的反制，尤其是美国两大军工企业打造国军的主力装备，包括新买的 F-12V 甲 F-16性能提升，爱国者3型飞弹。前瞻人构造的战机，拢是出自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另外，空军战机装载飞弹甲洛杉矶地的长程武警雷达、刺针飞弹、拖式飞弹是雷神公司产制。对于就是美台之间的军售不会有任何影响，因为这些公司它的军事部门原本就跟中国没有那个贸易的往来哦，美国也禁止这些军火公司。就是出售装备给中国，所以它只是一个名义上的一个宣示。台美军事合作无受到中国的打压，交流颠倒是更加密切。咱国3月将实施新制教条，后备军人将参与步兵营的运作，外用步枪、迫炮。传出美国国民兵今年将会派员访台，新制教条将是观摩的重点。目前这个案子我们还在研议的阶段国防部会持续密切的关注。国防部无否认双方要建立交流机制，学者分析，美国国民兵来台毋但会当分享实战经验，传授战术战斗技能。强化干部领导统筹能力，也对后备军人调适心理有帮助。伫社会甲部队取得平衡非常的重要。记者综合报道。继续关心澳洲顶一日有一架巡逻机伫天顶飞时，是指控中国的军舰用镭射用光共枪。澳洲的总理莫里森是批评这类行为粗鲁佮危险，要求中国要说明。不过，中国外交部颠倒骂回去，中国国防部佮强调讲是澳洲的巡逻机先起无空。澳洲一只 P8A 海新式的巡逻机，17伫澳洲以北的海域咧飞的时阵，互附近一台中国军舰用镭射光束来甲照。澳洲的国防部讲，中国军舰发射的镭射光是用军用技术和军事砍击的设备。澳洲的总理莫里森要求中国该对这件代志来做出解说。
This is completely unacceptable. And so we have demanded there be an investigation on the behaviour of what occurred on that vessel. It was dangerous, it was reckless, and it was unprofessional for what should be a sophisticated Navy. So we expect China to provide some answers on those matters. 莫尼森也阁讲，中国军舰当然有权利来通过这个海域，就亲像这个澳洲的军舰，也阁有英国、美国、日本这个军舰嘛有权来通过这个南海共款。不如个不应该用这个镭射光来甲笑因的军机的代志。中国外交部对这个代志有回应，澳洲发布的消息是无影无迹，要求国外停止谣传这个假消息。中方舰船在公海海域正常航行，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完全正当合法。我们敦促澳方尊重中方舰船依据国际法在相关海域享有的合法权利。中国国防部嘛透过官网发布声明讲，澳洲 P8 的反舰巡逻机甲中方军舰上瓦大的距离敢若有4公里，中方一直保持安全规范甲专业操作。还佫发布相片讲，澳洲的军机来放声纳浮标，讲这款歹意的抢渡行为，正会来引起误解甲误判，对这个双方的安全造成威胁。公司新闻郑依仁编译。镜头等下国内在地上大条，镜头来台中，来关心台中护托营中心去年传出零治红鸭案件，即马监视器的画面又佫有新的画面见光，佫有3个细汉囡仔受害，受害家长是表示讲，官方的处理态度互伊无法度接受。台中市的社会局是对外表示，针对新的事情，一定会进一步处罚，袂激点点。囡仔倒伫咧涂骹，伫咧哭，老师过来甲牛奶嘴啊踢落去，后一个动作直接甲毯啊嵌伫咧囡仔的头壳顶，即个囡仔的喙甲鼻拢去用翕掉的。延烧几个工的台中南屯华兴托婴中心虐童案，佫去用播出新的监视器画面。受害囡仔的家长吴妈妈表示，托婴中心的案情那亲像是地起佫共款慢慢逼空，官方的处理态度，互伊无法度接受。一直把案子压下来，甚至现在还有社会局一直想要。就是类似像官方想要安抚我们，但是我是有要求说，请他们会同全部的家长一起出面道歉，看要怎么样来做一个说明。华兴托婴中心虐童案，18号家长出面控诉，台中市长罗秀燕迄一天开记者会，去讲致歉，表明会提出调查报告。社会局22号表示，经过全面检视监视器的画面，发现除了已经受理的2名囡仔，又佫查出另外有3名的囡仔疑似受到不当的对待，另外新增2名托育人员涉嫌行为不当，总共有3个人虐童，目前已经成立专案小组调查。那些碰到的这个违规的事情，或者是违法的事情，大家都有看到，我们会再进一步的来做核对，来进一步的来惩处。但是另外一名家长 H 先生是指出，为因接纳的监视器画面来看，迄一班10名的学童，至少有8名拢有受虐的状况，怀疑社会局涉案。到现在，也有部分的家长无收到官方的说明。我今天早上都还有问到其他家长，他说没有啊，包含我个人，社会局也没有打给我。你能解决，你有诚意的话，你就直截了当的。该处理大刀阔斧的处理。目前已经有几多名家长前往警察局报案，社会局强调未来会加强稽查通报的事件影像的记录，提高访视辅导的频率加采罚的金额，而且会委请资深专业人员来介入，方便及时来保全证据。记者台中报道。继续关心含有莱克多巴胺的猪肉开放进口来台湾，进前就部分的县市有增加地方自治条例，讲袂使验出来这爱另检出。也毋过行政院是宣布讲，这条地方自治条例甲中央的政策违背，所以无效。一寡地方的议会不安全去申请大法官解说，宪法法庭伫今仔日开辩论庭。大法官不当政治附庸。上百几个议员的参选人去司法院头前声援，都是为着内底的释宪案。因为部分的县市政府成立地方自治条例，规定莱克多巴胺都要零检出，去互行政院宣布抵触中央，所以无效。台北、台中、台南、嘉义等等的市议会，小连续申请释宪，宪法法庭日调开严肃辩论。在3级警戒的情况之下，同样的各地方机关。对于警戒再加强，可以不断的加高规定。因此，我们认为基于宪法所保障的地方自治权利，本来就是地方
立法权所应该享有的。你今天呢，你就说这个会影响到国际贸易，怎么样就来限制我们？这样是不是变相就是无限上纲？以后呢，有任何鞋子啊、衣服啊，甚至呢有一些有害的物质，都一样说这是国际贸易，所以就限制地方的自治权。中央不准地方限制来客多巴胺的量，引起各地反弹。地方议会主张讲，中央违反权力分立的原则，用行政权侵害地方自治，也若地方立法的权限无应该互剥夺。以无共所在来规范捍卫人民的健康，符合安全容许值就是安全，没有所谓更安全、最安全的问题。如果一个在左营高铁上车要贩卖的红烧牛腩便当配菜有贡丸，请问他沿途经过台南、嘉义、台中，最后停靠在南港。如果说按照申请人所说的地方可以各自为政、另定标准的话，这颗便当有可能是只要尊重中央的标准吗？代表卫福部甲行政院出席的律师甲教授强调讲，拥有残留的标准，爱互中央专职定出来。若是互地方家己定出规范，中央的权限会变作是有哪无，嘛互国际贸易出现障碍。内底的争议闹甲宪法法定去，中央甲地方无共调，伫法定展开激烈的攻防。记者综合报道。地方放上头来看，6当前2月初6，台南大地震造成台南永康维馆大楼倒去。经过几啊档的重建起好啊，今仔日早起举办落成典礼。苏当时的台南市长即卖的副总统赖清德亲身参加，嘛替新大楼号名做出分机，嘛有出运的意思。请剪彩。剪彩仪式了后，上电原地伫维馆大楼这个所在，新的大楼出分机正式完工。6年前的大地震，毋但互台南人印象要真深，住伫维馆大楼内底的人，经过6年公司部门的合作，才会自豪拍拼伫走总，总算等到这一天，心情嘛特别感慨。很开心，有那种重生的感觉，感触良多吧。感触良多。对啊，因为跟着大楼一起成长，是有点感觉完成了一项事情的那种感觉，就是心里大石放下的感觉。迄当阵的大地震造成真侪人死亡，救灾结束了后，迄当阵约140万外条的善款。副总统赖清德迄当阵伫做台南市长的时阵，执行救灾善后等等的工作，通过多景的心意，合法建筑执照。伫原地自治搁起一栋新的大楼。2日早起，副总统赖清德亲身参加完工的仪式，嘛给因祝福。有道是大地无情，但庆幸人间有爱。所以我今天来参加这个盛会，除了要跟祝福恭喜以外，其实我内心是满满的感激，要特别祝福，我们所有的住户，未来能够平平安安、顺顺利利。从这个大地震发生到今，已经6年的时间。新大楼的落成典礼更加是重要的落站碑。虽然原本住伫维馆大楼内底的住户有74户选择离开这个伤心的所在，不过嘛是有31户要搁搬转来住，要继续来展开因新的生活。记者综合报道。台南市政中心边仔的西拉雅广场有玫瑰花的灯海，展览到3月17。即马有啥真侪游客去参观去翕相，也毋过这个作品，即马互民众指记讲，这是超人韩国6当前的作品。市府是回应讲，这个玫瑰花灯海无专利，真侪所在、真侪国家拢办过。白色玫瑰花灯伫暗时点灯，一大片美丽的花海吸引真侪游客来翕相。台南市政府用3万蕊的玫瑰花灯伫西拉雅广场摆出灯海，营造浪漫的气氛。但煞互部分游客质疑是抄韩国6当前的创意，毋过民众有无共的看法。没有证据说人家是抄袭，只是长得类似。好看的灯海，然后可能有一些借鉴吧，但是也不到抄袭的程度。同款是玫瑰灯海，但背景看起来煞无成伫台南。这是2014年到2016年年间，韩国东大门展出的玫瑰花灯，甲台南今年的玫瑰花灯近看差不多。市府回应表示，玫瑰花灯并无专利，真侪活动拢用过。基本上，我们的整个图案呢，是经过我们的团队的创作哦，它并没有图案上面的一个跟其他有雷同之处哦。市府认为无抄袭的问题，但这片灯海风波不断，工作人员讲来讲去，将花灯重新种回去。展出才10天，陆续传出未少民众走入去灯区翕相，将花灯打歪，甚至打断去。市府赶紧用围篱围起来，就惊民众打断电线发生危险，嘛呼吁民众爱有公德心，唔通破坏展品。记者台南报道。
来关心大东关本所文化厂这个月初重新启动测试，不过这2礼拜，互4区内的民众怨叹讲半暝半是噪音噪人耳，吵甲拢袂困的。环保局是表示，最近咧测试加减会发出声音，已经要求厂商半暝时抑个中昼休困，唔通测试。住伫大东关本所文化厂附近的居民，最近去互文化路运转产生的噪音是吵甲挡袂牢，听落袂输战机伫咧放的声是真噪人耳，而且佫伫暗时大家休困的时间，居民去甲当地里长反映，里长抑佫特别用2暝的时间伫咧厂外监听，同款嘛是吵甲挡袂牢。我那天在文化路门口当了1夜的临时保全人员，我这边等你们公部门给我回消息，那个声音1整夜都没人处理。环保局要求厂商赶紧处理噪音的问题，嘛甲厂商开出改善通知单。厂商表示，最近发出这个声音，是因为伫咧做蒸汽转换发电的测试，已经调整好势，袂阁发出声音。环保局嘛要求厂商伫咧暗时甲中昼休困的时间，唔通做测试。是那个比较蒸汽的，那蒸汽导入到那个涡轮发电机这部分噪音目前已经排除了。我们在我们可以控制的范围之内，我们会避免掉夜间休息时间跟中午的休息时间，去避免也会影响到周边的居民的一个生活的。大东关本所文化厂因为管内本所的量超磅，外关市佫无法度到处理的情形之下，伫去年正受更新16年无启用的零组件，伫8月份重新启用撤销，按算3-4月佫会做功能的测试，等所有的功能调整好势，7月份才会试运转。不过居民实在是真烦恼，用这种整修更新的方式来处理，敢真正芳会行？记者综合报道。昨天2月1日是世界母语日，教育部特别表扬对本土语言保存、推广也各有贡献的个人甲团体，感谢因对母语的付出甲打拼。潮种团体新北市立有赖国民中小学带来精彩的泰雅歌谣表演。1908年合作环东教育所，即阵应用家己的族语，唱出骄傲的歌声。我们就有部落的耆老，还有一些教育的资源的挹注，孩子在这个文化的保存跟语文的部分都有非常明显的进步。也有师范大学台湾语文学系退休教授李金花，毋但伫母语的文学甲教育投入心血，嘛积极推动整合出台语罗马字拼音方案。拼音是即马世界语言书写的即个潮流嘛，已经足少国家无使用拼音啦，所以咱是算做伫即个无使用拼音的环境之下，咱一定爱去推广，互伊正做有拼音文字，也有迄个汉字。台南瑞丰国小校长黄良成校长兼讲经，退休了后投入台语推广，也希望本土语言会当甲英语同款有平等的资源。教育基层伫国小国中内底。无才调人全母语教学，也毋过要求爱有一定的比例爱全英语教学，是安怎伫台湾这块土地，哪会变安呢？中心奉献奖是今年85岁的台湾南岛语言之父李仁贵，伊表示家己是咧甲时间走表，尽量记录珍贵的语言资产。教育部长潘文忠也邀请大家做伙讲母语，望台湾遮济遮尔水的本土语言，拢会当开出比例汇率。记者杨淑静、谢桂林台北报道。再来看伫台北国际艺术村，最近是展览移工甲身心障碍者相关的主题，透过艺术家的访谈、录影、相片、各种作品，要参观界来探讨弱势边缘的议题。记录身体有各样的人，要安怎对轮椅、骑去乌托邦，阁有无障碍道的探讨，这是台北国际艺术村最近的展览，深入探讨身心障碍者甲移工的人权问题。他们是倾斜，像在斜坡上面钉在我们的展墙上面，然后搭配就是卫福部的数据来去表示说，他们一天花多少时间在这些椅子上面。阁有艺术家用挂籍移工做题材，像这几组是表达咱对移工的看法，对照移工本身，希望大家安怎看待因，嘛用访谈延伸人权甲尊重的重要。这届众所指第2的展览，继续展出7位自创艺术家的作品，为弱势者来出声。在台湾的时候，大家对于
外籍工丁枪好像就是都席地而坐，然后都用手吃饭。可是他希望大家在解读他的时候，可以觉得他是更高雅、更有文化，所以他选择就是穿上他们传统服饰去表达说，哦，他其实是代表了一个也是很有文化底蕴的一个国家。那众所之地这个名称，其实探讨的就是说，我们展场作为众人聚集的地方，或者是说我们整个国家都市作为众人所聚集的地方，是不是可以去更听得到我们一般听不到的声音？台北国际艺术村表示，希望展览通展出绿色族群的另外一面，阁有亲像车马人听声画图，嘛表达出虽然看无，嘛要努力试看卖。记者陈亚文、徐凯台北采访报道。物价起，钱变薄，唔拿咱台湾。日本消息40多档航空市国民四手爱的番麦饼，嘛传出4月份要起2成，这嘛是这款饼将起43档来头摆起价。用网介段包装色彩正水的规矩的番麦饼，是日本囡仔真爱食的四手仔，芳芳脆脆酥酥，连大人嘛真爱食。而且伊介绍正俗，自1979年上市以来，一支只要入票10块，无够大票2块半，连囡仔也买会起。伫10家店内面销路正好，要么今年4月就要起价啊！起到一支12块日元，起2成。でもね、これはね、しょうがないと思いますよ。メーカーさんの方から痩せてもらえば、やっぱり利益やっぱり確保できなくなっちゃうんですよね。あまりそうやって値上げでも値上げしないってなると。业者讲，这份原物料的绩效一直起，再加上日元盘进口成本增加，为了要反映成本，只好起价，也是43年来第一遍起价。やっぱりびっくりしました。うまい棒はね、ずっと長い間値段を保ってきたわけじゃないですか。でやっぱり2円上がるって大きいですよね。まさかその駄菓子で安く子どもたちが買えるようなものにもちょっと影響出ちゃうのかなっていうのはちょっと悲しい感じですかね。はい、ちょっとびっくりしました。这种规矩的番麦饼有真侪口味，不过其中玉米浓汤的口味上受欢迎，一年会当卖7亿支。放好了每一支番麦饼是真侪人做囡仔时阵的记忆，怎么也挡袂掉啊！要起价。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辑。讲到植物，真侪人会想到美国甲苏联，那伫澳洲是有一间干蝶博物馆，专门咧收藏植物身躯杂的物件，互人了解植物有偌神秘。对因的清查、偷翕的假尸，拢总有。当年嘛，请侪观光客去参观。伫咧博物馆内面陈列真侪衫裤、帽仔、勋章，每一项拢代表植物的身份。馆内收藏上侪就是植物用的翕相机。即间管理员麦克彼得森正伫咧介绍旧苏联植物 KGB 1970年代开发，敢若留下的翕相机。The button comes through there. The cable goes into the back of the pocket. So he just puts his hand in his pocket, squeezes the cable, and takes the photo. 这间间谍博物馆是澳洲唯一一间间谍相关的博物馆，伫咧昆士兰一个庄卡的乡镇赫伯顿。当年拢有上千上万的游客来遮参观，内面陈列的用品拢是真正间谍用过，除了流瓦型的翕相机，一个加情结合会当相机的翕相机，一个建做混合的翕相机。The Russians are looking for you. They wait outside your embassy, say you're working in London. You come out of the embassy, they walk up to you with a cigarette, ask you for the lie, and then take your photo. 这款用品大部分拢是旧苏联加美国伫咧冷战时期互相派到对方去的情报人员使用的。博物馆原本的管理人罗伊亚克，伊也是澳洲的间谍，一个捌用国内几多台翕相机去南韩执行秘密任务。所以这展示的物件，每一项拢有一段故事。Some were just in backyard sheds that Granddad had put in the shed, and the kids had found it, and Granddad had passed away. So each part's built in a different factory. So production-wise, anyone who works on that camera has no idea what the part is. 管理人彼得森是伫咧做摄影工作，熟悉真侪为军队工作、做监视等相关工作的人。有人写，伊也来博物馆内面撮去，大家做阵讲这段有神秘色彩时期的历史。公司新闻陈思东编辑。
关心天气，下半晡天气变化三款，来关心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14度，上悬17度；中部的温度上低14度，上悬17度；南部的温度上低15度，上悬21度；东部的温度上低16度，上悬21度。外岛的温度上低7度，上悬15度。来关心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乡亲收看，祝您平安顺心。明仔下晡3点，咱再会。